高中防治局21表示，总统赖清德指派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特使，出席高中的丧礼。陈建仁已经到罗马路由这校定的国务院和外交部迎接，而且由驻校定使馆陪同去到圣彼得罗大教堂瞻仰教宗的威容，也表达台湾人民和政府的对此。陈建仁也接受公司专访，谈论到这座的感受也个说明。 逝世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泯灭而是一个生命的转换从世俗的生命转到灵性的生命。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像教宗这样虔诚的神职人员，都希望早一点回归主堂都有这样的盼望。那我觉得我们来也要帮他念玫瑰经。 高中丧礼按算伫台湾时间2日下晡4点举行。根据官方统计，已经有130个国家正式来确认到这出席的人选，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欧洲各国的君主和政府首长。亚洲国家方面呢，这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阿阿布也会出席。